大家好，今日係大年初一，首先恭祝各位小朋友們新嘅一年身體健康，學業進步；而大朋友們，恭祝你哋工作順利，心想事成，馬年行大運。當然，今日要介紹嘅故事書係同過新年有關啦。書名叫《歲時節俗知多少》，佢就好似一個神奇嘅節日口袋，裝住中國一年四季嘅美好習俗。而最熱鬧、最讓人期待嘅就係春節啦！現在同我哋一齊開啟呢段甜甜的節俗之旅啦！喺呢一年入面，其實有好多好有趣嘅節日。春天有清明，夏天有端午，我哋可以食香香嘅粽，睇熱鬧嘅龍舟賽，係為咗紀念屈原。秋天有中秋，全家人一齊圍埋，食圓圓嘅月餅，望住亮亮嘅月亮。冬天有臘八節，飲一碗暖粒粒嘅臘八粥，就知道新年快要到啦。呢啲節日就好似一粒粒星星，照亮我哋嘅一年。而春節就係最光、最熱鬧嗰一粒。春節唔係一日就過完，從農曆臘月開始，我哋就要準備啦。但臘月節多數係內地北方慶祝嘅節日，首先要做嘅就係掃塵日。爸爸媽媽會帶住我哋一齊將屋企打掃得乾乾淨淨。呢個有個小秘密㗎，就係要將舊一年嘅煩惱同唔開心掃走，迎接新一年嘅好運。跟住我哋要貼紅紅嘅揮春同福字，仲有五顏六色嘅年畫貼喺大門、窗戶度。媽媽會蒸甜甜嘅饅頭，整香香嘅臘肉，爸爸就會去買炮仗同燈籠。全家人忙忙碌碌，但心入面係甜甜嘅，因為大家都係期待團圓啊。而廣東人比較期待就係除夕嗰一日，無論家人係遠定近，都會趕返屋企一齊食團圓飯。台面上擺滿咗好多好嘢食，有代表年年有餘嘅魚，有代表吉祥如意嘅雞，有寓意招財進寶嘅餃子，仲有甜甜嘅年糕。每一樣菜都藏住美好嘅祝福。食完團圓飯，我哋仲會一齊守歲，即係大家唔會咁早瞓覺。爸爸媽媽會同我哋講返過去一年嘅趣事，仲會講新年嘅願望。等到時鐘敲響12點，一齊迎接新一年到嚟。呢個就係去舊迎新啊！到大年初一，好似今日咁，就係真正嘅新年啦。最重要嘅事就係拜年。點樣有禮貌拜年呢？見到爺爺嫲嫲，要輕輕鞠個躬，講爺爺嫲嫲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福如東海。見到叔叔阿姨，要笑住講恭喜發財，馬年大吉，工作順利。收到長輩俾嘅利是，要用雙手接過，仲要大聲講多謝。呢個就係最基本嘅禮儀啊！利是入面唔止係錢，仲有長輩對我哋嘅愛，祝福我哋新一年平平安安，開開心心。歲時節俗知多少？最後教我哋春節嘅熱鬧係藏喺掃塵嘅忙碌入面，藏喺團圓飯嘅香氣入面，藏喺拜年嘅祝福入面。新一年，願每個小朋友都可以感受到家人嘅愛，懂禮貌，有福氣。再一次祝大家新春大吉，馬到功成。喜歡記得點讚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次仲有更多兒童圖書同大家分享。多謝。